那个服务员本来就是新闻线人，也听说了我的事。我告诉他，下不为例了。那他拍的那些打算怎么爆料？哎呀，我没打算爆料，就是吓吓他，让他撤销起诉。你没事就好。你没有真的拍？当然，我只是跟卑劣的人谈事，但自己不用变成他们。这才叫做贼心虚。他害怕的不是你拍没拍，而是他做没做。哎，你好久没来这儿了吧？是啊，挺久了。你过得怎么样？我就是写点东西，无非就是东家长西家短，哪个明星出轨了，哪个明星穿什么，就这些事儿。但我看你那个微博写的挺有意思的。你看我微博了？八卦嘛，谁不看啊？再说了，前年你这个时候，你不还差290万吗？还没转正吗？现在不是当娱乐记者了，转正了，不挺好的？挺好的。你呢？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对了，那个，上个月我去找萱姐，她说她找的那个人已经有眉目了。对了，萱姐找的人到底是谁啊？是她的初恋，一个做支教的老师。哦。她说我们也好久没聚了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好。不过，那个火锅要点一份趴牛肉。涛哥啊，今天做什么好吃的给我吃呀？我今天给你做陈氏回锅肉，好吃吗？当然了，我做的回锅肉那叫一绝。不信，你去问这些街坊，无论是那边的街坊还是那……陈涛，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躲在这里？因为有一条疯狗，我怕它咬你。谁呀？陈涛，你给老子出来！老子晓得你在里面，躲是不得用的，躲得到初一，躲不到15。是娃子娃娃，打死你狗日！出来！到底是谁啊？一会儿跟你说。蛤蟆皮！包租婆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啥子需要？明知故问。房主已经拖欠了13天14个小时05分20秒。哎，啥子3小？3条赖皮狗，3个龟儿子，3个瓜皮。找个房主要你们命吗？人要脸，树要皮，乌龟王八才耍赖皮。再不给钱，老子逮到陈涛，死都给打出来！那个包租婆，涛哥有事出差了。出啥子差？一个二手摩托车店还出差？我跟你说，最多再给你们1个星期时间哈，再不交钱，老子把铺子给你们烧了！爬开！包租婆慢走哈。这不是他铺子吗？那为什么要烧啊？涛哥呢？涛哥，打电话。刚才还在这儿呢。手机呢？这儿呢。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。不在服务区。哎，给柯姐打。放下！不接就不接，打给刘科干嘛？老子警告你，
以后在我面前不许提刘珂2个字。我觉得柯姐人挺好的，你讨厌她吗？怎么？你喜欢他？我不喜欢，涛哥喜欢。放屁！涛哥哪儿喜欢他了？那不明摆着呢吗？你说我们3个人一起吃火锅，哎，就这么大块肉，都不够我吃的。现在呢，这么大一盘，我还可以随便吃。最主要的是，涛哥现在连菜都不让我洗，怕我洗不干净。就只有你张嘴了，那就带他这到不了，到不了，到不了。涛哥，刚地震了，我躲了一会儿。哎，柯姐，地震了。我的爱情死了。能复活。王然，这是我项目书，你看都没看就喷，我现在发你看看，你倒是给我指一指哪些点有问题。高律师，取消对林奕成的起诉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的，周先生。同一个晚上被不同的人偷拍2次，你猪啊！你想好了？你造反！周宇，他们都能整你，我跟你这么久，你觉得我会没料？你想威胁我？没兴趣，我不干了。滚蛋！不叫滚蛋，那叫辞职。薪酬1分不少的给我结清。周宇，你要庆幸自己没有删下去。周瑜的事解决了，但是我完全没有胜利的喜悦。做狗仔、搞偷拍，和这种行为有交集，让我感到自我厌恶。我想，也是在那时埋下了辞职的种子。干杯！我们这次呢，其实主要是欢迎然然同学回归，好久不来了。萱姐，最近工作忙，没有时间回来看你。是啊，别人现在可是大忙人喽，不是什么董事长助理了。咱们这些凡夫俗子，恐怕是比不了的。李文凯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，不用这样阴阳怪气。你是不是对我们然然有意见？怎么都针对我？我一个废物，我能有啥意见？怎么了？不是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有什么话直说。这个废物是什么梗啊？哎，我辛辛苦苦做一个项目书，王然同学是看都没看，就直接骂我是废物。他为什么骂你啊？你问我，问他。有一点你说错了，项目书我看了，的确垃圾，而且没有逻辑。王然，你过分了。既然大家今天都在，李文凯，我们就把话说清楚。我要是讲的有道理，你就喝一杯；我要是讲的没道理，我给你赔礼道歉。大家做裁判。嗯，好啊，好啊。说。你要创业开公司，第一件事就绕不开李建勋3个字。你明知我是富二代，故意挖苦我。谁会瞧不起富二代呢？富二代其实是优势，是一种信用背书。偏见总会存在，就像我，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成就，别人都会说我是靠脸吃饭。但后来我想通了，如果你把事情做好了，谁会拒绝一个长得好看的人呢？你要真的想成事，就要学着把偏见变成优势。你说呢？我觉得然然说的特别对，
因为我从小到大也跟你一样，有一样的困扰。来，大家干一个。璇姐，来，你不得喝一杯吗？喝呀。李建勋是你爸，的确会造成困扰，这是事实。但事实还有另一面。现代商业社会，信用是巨大资本，你有李建勋这3个字，就是拥有了巨大的资本。现代创业者如过江之鲫，很多投资人看都不看。但是只要你拿出李建勋这3个字，谁会不看？那成功的到底是李建勋呢，还是李文凯？等你成功的那一天，就会有人问，李建勋是谁啊？哦，李文凯的父亲，那不就成了？对，有道理。喝。哎，不是，别怪兄弟说话不好听啊。你这么好的资源，你现在拒绝，根本就不是为了尊严。哎，你呀，就是矫情。对。喝啊，喝完呐！喝。喝完养鱼呢。让你过来跟我谈项目，你在这跟我讲哲学。那咱们就说项目。你的项目书每一个点都很精致，精致的简单。考什么所谓的创意搭配，还打亲民价格，简直是南辕北辙。你的高端交际圈和你父亲的金字招牌，是很多人奋斗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领域。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担保公司。担保公司？好厉害！厉害！来，我们敬冉总一个，欢迎他回归。敬冉总。冉总，听你。敬冉总。哎呀，我们不聊工作的事儿了。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。这个店呢，我想关一阵儿，然后把钥匙放在小程那儿。你们要想吃火锅，就自己过来动手。反正你们都会炒底料嘛。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一个人。哎，对了，姐，具体地址你有了吗？还不知道，我就听有一个朋友说看到一个很像他的身影，想去找找看。那你这样能找得到吗？找不到怎么办呀？找不到就找不到呗。萱姐，你的故事这么传奇，你就跟我们讲讲呗，别藏着掖着，咱们大家都想知道。哪有什么传奇啊？其实，我们俩的故事很简单。那个时候在我的老家，他是支教老师，会画画，而且唱歌很好听。后来就是我经常会偷偷的去听他唱歌，然后我发现自己只要见不到他的时候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再后来，他就走了，回重庆了。我才意识到，我爱上他了。后来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说他喜欢石刻崖这个名字，想在他的母校旁边开一家小店，就叫石刻崖。然后，我就找过来了。姐，你喜欢的那个人，母校是我们学校的呀？对呀。我来了之后发现没有叫石刻崖的小店，我就在这附近打工。3年，我也没有找到。再后来想想，我为什么不开一家小店就叫石刻崖呢？如果他有一天想起来了，路过这儿，看到石刻崖这个名字，一定会进来的。姐，你就一直等到现在？傻吧？真好。我只是没有找到比等他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有时候也挺庆幸的，这一辈子能有一个这么爱的人。姐，这杯酒我敬你，敬一生所爱。来，姐。敬一生所爱。哎，海国，你行不行啊？
凌晨你扶着他，我去打车。哎，快！不是，你说你今天怎么喝这么多呀？烟酒是安慰。你说我追王然的话，能行不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？就忽然间有了呗。哎，算了，这女人太难搞定了。上车了，走。哎呦，开过！哎呀，坐后面，坐后面。这。你也不行啊，开过。你说，这个乖乖女是不是都很难搞定？他们到最后是不是都很疯狂？哎，就像上次李文凯那个要跳楼那个。你想说的是刘珂吧？什么刘珂？扯刘珂干嘛？装，接着装。不是你到底知不知道刘珂喜欢你？知道又怎么样？什么叫知道又怎么样？你喜不喜欢他？喜欢就去表白啊！你这样不清不楚的拖着人家，算怎么回事？没有担当。哦，你有担当，你有担当，为什么要放弃王然啊？我什么时候放弃王然了？是他拒绝的我。什么？狗屁！你就是怂，你就是个大怂蛋，不敢追求，还整天写什么日记，装自己跟个情圣似的，恶心！我都觉得你恶心。哎，你自己喝一个吧。不是我怎么就怂了？哎，你不怂，你不怂，你去跟王然表白啊。那你怎么不跟刘珂表白啊？你去我就去，你先去我再去。你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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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去。走啊！龟儿子不去，二货，二货，快点，龟儿子！龟儿子，你龟儿子，龟儿子，龟儿子。你喊呐！凭什么我先喊？凭什么我先喊？刘珂，你下来！你个龟儿子，我让你下来！然，我刚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我刚刚好像也听见了。啊？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我没怕。你不怕你出去啊？我不去。哎，明明是我赢了，你叫的谁的名字啊？对啊，你赢了，你又没规定你要叫谁的名字。你龟儿子，书读的多就是心眼坏了。哎，快，过去看看，去啊！怎么了？关灯了。花儿怎么办？回去再说吧。你怎么那么怂啊？对，我怂，不像某些人啊，一点都不怂。拿下。喂，妈。李晨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我这边都还挺好的。是这样，我爸最近怎么样了？挺好的吧？
酒还是在喝，但是没有动手了。不晓得咋的，他最近话多得很，唠唠叨叨的。那就行了。家里是不是没钱了？要不然我再寄点过去。哎呀，不是，医生，妈不是要你借钱，妈只想跟你说，你现在要是有多余的钱，就先把它存到点儿。家里还欠着外债呢，我攒什么钱啊？哎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该考虑下自己的婚事。别个家头，人家说娶媳妇儿是可以马上拿得出钱来的，我们家头这个情况不一样。妈，我是离结婚还早着呢。你们爸呢，没得本事，确实这个家头没得办法。你现在有钱，就开始把它存到。等你以后结婚的时候，还不至于两手空空，啥子都没得。你想嘛，你要结婚，你总得有个房子嘛。不然的话，你拿啥子去娶人家？是不是？知道了妈。房子的事情我想办法。行了，我先不跟您说了啊，我要工作了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妈妈的话把我从幻想里拉了回来。是啊，现在的我两手空空，有什么资格谈情说爱呢？李大公子，那个是你那一部分。这么多啊！哎呀，那个事情如果没你的担保，根本就办不成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我就收下喽。啊，另外啊，我有个小小的请求，希望剪彩的时候，令尊大人可以出现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我用你的名号开了家担保公司，这是你该得的部分。放心吧，很干净的，我不会胡乱担保。私下请你公司的财务也审核过了。不是你很讨厌这个富二代的身份吗？想通了。既然我作为李建勋的儿子，这是没办法改变的，那么我就用你的名头去赚钱。从小你养育了我，给了我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。但是呢，你从小就看不起我，也没少骂我，所以我用你的名号去挣钱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感。喂，老方，最近有没有什么活路？帮帮忙喽！哎呀，有一个婚礼串词，接不接啊？婚礼串词啊？啊，对。多少钱800。800，接，肯定接啊。好。那到时候你把那个婚礼资料发给我。哎，行，得嘞。谢谢啊。啊，发了。干嘛呢？谈事情呢。你呢？忙啥呢？在写稿呢。
在奋斗啊。努力工作，努力赚钱。做最优秀的自己。小王啊，石总，这次我女儿的生日啊，你忙前忙后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施总哪的话呀？这一次呀，多亏了冰姐画龙点睛，请来了周瑜帮小敏圆梦。也是啊，这周瑜一来，小敏开心的不得了。我这就奇怪了，你说这周瑜比我这亲妈还重要啊？我养育了他10几年，还赶不上他唱一首歌。小敏正处于青春期，追星很正常嘛。严总，你有心了。公司上市的事儿呢，在上海等着你。来，小王，辛苦你了。谢谢石总。这样吧，我送你个礼物。明天回家呢，你买这只股票。师姐的礼物是大是小，就看你投多投少了。多谢石总，以后跟着冰姐好好向你学习，好好赚大钱。哎，刘老师。啊？刘老师，这么大的雨，咱们一起走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，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正好顺路嘛，我捎你一段。来。那谢谢啊，张老师。别客气。谢谢啊。没事。